台湾文博会已经伫4月24来开幕，其中伫松山文创园区有来自宜兰30间的在地品牌来参展，透过这小创作，会当感受到宜兰的水。无啊店面有写着宜兰的英文名，也阁有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。 甲多样引起的布料做成包包，或者是鞋啊，也阁有红砖啊做的小小土地公庙，这拢是宜兰在地文创业者所推出的产品，每一项拢结合在地文化元素。宜兰文化局推广在地产业，以宜兰静好生活为主题参展。这静好意思咧，就是宜兰腔台语非常好，有现代设计、历史文创、户外风情、居家生活，涵盖生活面的4大主题，要互设计加入日常。 当然，更希望说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橱窗，能够更有兴趣来到我们宜兰。今年总共30间宜兰在地文化品牌参加文博会，真侪设计师拢是宜兰出身，伫外地工作了后决定回乡自创品牌，要互大家看到属于宜兰才有的创意。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器皿的时候，就像回到宜兰的乡间生活一样，可以体验宜兰的美好。 这个周末若是无倒去宜兰，不妨来上演行行踅踅咧，透过小创作感受宜兰的水。